今日就等我講下5位令我印象深刻嘅主教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 歡迎大家嚟到 NBA Talk。今季我已經去過6個主場館，報道30幾場 NBA 常規賽，仲喺更衣室訪問過 Kevin Durant、Devin Booker、Wemby 同 Kate Cunningham 等等嘅球星。NBA 記者會除咗球員之外咧，仲有教練嘅喎。今日就等我講下5位令我印象深刻嘅主教頭。第一位一定要講嘅，當然係今季最佳教練大熱人選波士頓嘅 Joe Mazzulla。早前咧就有傳媒問佢 Jason Tatum 復出係咪喺某個指定日子呢？佢就答個記者：我連嗰日再生我都唔知啊！瞓覺嗰陣時覺得麻麻地，起身又覺得 OK 咯。Joe Mazzulla 俾人嘅感覺咧，永遠都係好似機械人咁噶，但係又會俾到一啲出其不意嘅答案你噶。速龍嘅主教頭 Darko 咧，風格就完全唔同，總係非常友善，永遠唔會喺傳媒面前講球隊嘅壞話，就算輸波都會揾到好嘅嘢嚟稱讚球隊。當然就唔少得我成日見到嘅紐約人教頭 Mike Brown。Mike Brown 俾人嘅感覺咧就非常開心，總係好多嘢分享，因為佢俾嘅料夠多，所以都大受傳媒歡迎。至於勇士教練 Steve Kerr，佢就比較幽默，時不時都會講下時事，仲會毫不忌諱咁樣評論聯盟嘅管理風格。而神奇小子 Jason Kidd 作為達拉斯嘅主教頭呢，就比較少嘢講，好難喺佢口中套到任何球隊嘅策略。大家又中意睇邊位教頭嘅訪問呢？留言話俾我聽。